来关心咱国内科航园区附近的厝是愈来愈贵。根据卫戍中人的统计，对2018年到2021年这5年，三大科航园区的附近中古厝价少拢有起，特别是南区这5年起超过67%，北区是起超过63%，那中区是起要4成。受比中科技战甲疫情影响，台湾科技产业受惠全球转大效应，北区、中区、甲南区三大园区，因企业每年成长，佮带动园区周边房市热度。这三大科学园区其实在就是产业的一个效应、群聚的效应，那带来很大量的就业机会之外，那也带动了周边的一些购物的需求。那不管是刚性的，就是说自住的，或者是自产，或是长期投资的，其实都这三类族群都有明显增加的迹象。根据统计，最近5年国内三大科学园区中古厝买卖实际登录资料，发现北区周边房市交易正热，为2018年每平13万6，成长到38万5，起63.1%，中区起将近4成，反倒南区是三大园区当中起上济，每平为1字头起到2字头，只是三大科学园区厝价创新高。不过4月建物买卖转移动作率是定期，观察到4月建物买卖转移动作拢出现年月上减，总共16287户，月减甲年减拢超过2成，创5年同期新低。一方面是二手交易市场相对比较软一点，那二方面来说的话，就是在一些交屋的过程里面，现阶段可能有一些建商，他交屋的脚步比较慢一点，他的整体交易就会比较放缓。专家认为，受央行可能造成利息影响，甲7月平均贷款条例正式上路，有估第3季房市也不乐观，除非第4季景气转好，摆脱性利息因素，房市才可能恢复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